用魚眼同埋魚鱗整成雪糕，用100%魚肉製成冷切熟食，再將魚骨磨成意粉麵團。當呢啲菜真正擺到你面前，你又真係敢落筷子咩？呢度就係被譽為全球排名第一嘅魚餐廳聖 Peter， 佢連續多年打入世界50佳餐廳延伸名單，更加奪得澳洲年度餐廳最高榮譽。主廚喬希尼蘭亦俾世界頂尖廚師形容為海鮮界嘅威利旺卡。不過呢間徹底顛覆傳統認知嘅廚房，偏偏堅守一條近乎反常嘅原則：魚一離開大海，就絕對唔可以接觸任何淡水。背後真正原因究竟係乜嘢？全球有超過15億人以魚肉作為主要蛋白質來源，但喺傳統餐廳入面，魚身多達50%嘅結構都會被當成廢料丟棄。喬希就偏要將魚身每一個部分全部轉化成頂級而奢華嘅美味料理。呢個究竟只係一場吸引眼球嘅黑暗料理實驗，定係一次將海鮮烹調推上全新高度嘅廚藝革命？要理解聖 Peter 點解可以企喺世界之巔，就要先睇透主廚喬希尼蘭為現代海鮮餐飲打下嘅3道技術烙印。呢3套邏輯，每一套都同傳統海鮮大廚嘅祖訓背道而馳。喺大部分海鮮餐廳或者家庭廚房入邊，攞到一條魚，第一步係做乜？就係洗，用水沖走血跡、黏液同埋魚鱗。不過喬希尼蘭發現，水係破壞海鮮風味同縮短保鮮期嘅頭號殺手。海魚死後，表面一接觸淡水就會滲入魚皮，因為去鱗而留低嘅微細蜂巢狀毛孔殘留水分，會迅速激活海魚體內嘅視冷菌，令蛋白質快速分解，繼而產生刺鼻嘅魚腥味。喺聖 Peter 廚房同佢哋開設嘅全魚肉鋪，有一條鐵律，由條魚離開海洋嗰一刻開始，直到端上客人餐台期間，絕對唔可以掂到一滴淡水。所有清理、去鱗同埋劏魚工序，全部依靠訂製刀具，再用特製乾燥纖維毛巾抹乾。冇咗淡水介入，魚肉唔單止冇腥味，內部環境更達到近似高級牛肉屠宰嘅無菌同乾燥標準。傳統觀念認為魚肉一定要即湯即食，擺得越耐就越唔新鮮。但聖 Peter 將原本只屬於頂級牛扒嘅乾式熟成技術移植到海鮮身上。如果將一條魚平放喺雪櫃或者冰面，魚身重量會壓住下面嘅肌肉，令組織液滲出，令其中一邊魚肉變得濕軟甚至腐壞。為咗解決呢個問題，喬希尼蘭喺聖 Peter 建造專用靜態凍房，凍房溫度長年維持喺0至2攝氏度，入面冇電風扇，亦唔用冰塊，避免空氣流動太快，令魚肉脫水唔平均，或者冰塊融化之後帶入水分。所有捕撈上岸嘅魚都保持未清洗狀態，再用鐵鈎穿過魚尾或者魚頭，垂直吊喺凍房橫樑上。喺呢種環境下，空氣可以喺全條魚四周自由緩慢咁循環，魚肉入面嘅水分受重力影響均勻蒸發，體液同風味物質亦開始濃縮。視乎魚種，熟成時間由幾日至幾個禮拜不等。例如一條西班牙情魚，熟成第1日呈現純粹清淡嘅海洋氣息，但去到熟成第15日，體內鮮味物質會濃縮到極致，產生一種近似芝士、蘑菇同熟成牛肉嘅鮮鹹風味。呢種處理方法將魚肉原本只有2至3日嘅保鮮期延長到12至20日。傳統精緻餐飲講究只取核心，以吞拿魚為例，西方高級餐廳慣常只切取吞拿魚中段最完美嘅圓形淨肉，而一條魚剩低嘅50%幾乎全當廚餘調走。喬希尼蘭由經營者同環保者兩個角度出發，向呢一種做法提出挑戰。聖 Peter 開業初期曾經面對高昂嘅食材採購成本，喬希突然發現自己每次支付嘅高額海鮮賬單之中，都有接近一半真金白銀被直接掉入垃圾桶。於是佢開始深入鑽研海鮮嘅非特權部位，透過精細嘅解剖技巧，喬希建立出一套全魚循環矩陣。送入聖 Peter 嘅原條魚，主要魚肉會製成高級主菜，魚皮同魚鱗經過高溫焦糖化，變成甜品脆片。魚骨經過高壓烹煮幾個鐘，再磨成幼滑嘅魚骨牙膏糊，取代麵粉同雞蛋，製成高彈性意粉麵團。魚眼就提取膠原蛋白代替蛋白製成雪糕基底。至於所有內臟就會改造成海鮮版香腸、沙樂美腸同埋火腿。最後餐廳留低嘅只有無法降解嘅魚鰓同埋膽囊。
而一條魚嘅商業價值同感官體驗就被擴展到極致。呢種將廢物轉化成食材嘅能力，正正係 St. Peter 能夠傲視全球嘅底層邏輯。喺聖 Peter 嘅品鑑餐單同埋酒吧嘅單點餐單入邊，出現率最高嘅往往唔係珍稀深海魚肉，而係一啲喺普通魚市場會被人直接踩喺腳底嘅廢棄物。第一樣係魚眼，魚眼含有極高比例嘅天然乳膠同優質膠原蛋白。傳統處理方法通常係挖出嚟掉走，或者留喺原條蒸魚入邊，只得少數食客會食。喬希尼蘭將魚眼珠當成傳統烘焙入邊雞蛋同埋魚膠嘅完美替代品。佢會將大量魚眼珠清洗、焗乾，再以高壓方式提取出純正而完全冇腥味嘅魚類膠原蛋白。喺聖 Peter 最著名嘅招牌甜品魚眼雪糕入邊，呢種提取物取代咗蛋白同乳化劑，令雪糕擁有一種絲滑而綿密嘅質感。食客喺完全唔知情嘅情況下吞落呢一啖甜品，只會驚嘆佢好似優質忌廉一樣嘅口感。而真正嘅震撼就要到餐單揭曉食材嗰一刻先推到最高峰。第二樣係魚精巢，魚精巢主要係由大口線鱸或者其他大型海魚體內取出嘅精囊，質感好似幼滑豆腐或者滷水，含有極高蛋白質同埋脂質。喬希唔滿足於日式料理入面簡單用作刺身或者火鍋嘅食法。喺 St. Peter 精巢取出之後，首先要放入鹽水入邊進行為期1個星期嘅精密固化，之後送入煙燻爐冷燻，最後再吊喺凍房入邊風乾足足3個星期。喺呢個過程入邊，精巢外層會形成一層薄薄外殼。烹調嗰陣，大廚會將佢切片放入平底鑊，用牛油煎香，外殼酥脆，內裏就呈現極度濃郁而且有爆漿感嘅口感。第三樣係魚骨，魚骨係珊瑚髮魚或者平頭魚嘅脊椎骨，含有大量鈣質同骨髓。一般高級餐廳只會用魚骨煮一次高湯，之後就撈起掉走。喬希認為咁樣非常浪費。St. Peter 嘅廚師會將煮完高湯嘅魚骨放入壓力煲，以高溫連續烹煮幾個鐘，直到魚骨徹底酥爛同鈣化。之後佢哋會將魚骨放入高速食物處理機瘋狂打磨，最後得到一種外形似牙膏嘅全魚骨肉。大廚會加入適量薑黃，完全唔用傳統麵粉同雞蛋，直接將呢種高鈣高魚膠嘅魚骨蓉搓油同壓製成意大利粉。呢種意粉煮熟之後，呈現出普通麵粉根本無法相比嘅彈牙嚼勁。第四樣係魚鱗。喺 St. Peter， 去鱗工序本身就係一門精細藝術。喬希發明咗刀刮去鱗法，佢唔會用傳統刮鱗器反覆刮擦，而係用鋒利鋼刀貼住魚皮，將帶有完整黏膜嘅整片魚鱗成塊削出嚟，確保魚皮唔會受損。之後呢啲魚鱗會反覆清洗去除雜質，再放入高濃度糖漿入邊長時間慢煮，直到糖漿完全滲入魚鱗嘅微細孔洞，最後再送入高溫焗爐或者油鑊快速炸至膨脹。去到呢一步，魚鱗會變得徹底酥脆，成為帶有濃郁焦糖香氣嘅魚鱗蜜粽，灑喺雪糕外層，提供無可比擬嘅咔嚓脆感。接落嚟就係 St. Peter 震動成個西餐界嘅王牌食材庫。魚肉熟食包括吞拿魚沙樂美腸、劍魚煙肉同埋平頭魚莫塔德拉。喬希尼蘭直接挪用意大利同法國傳統豬肉熟食體系，再以1比1方式完整複製到海鮮之上。吞拿魚沙樂美腸會使用黃鰭吞拿魚尾部、背部等活動頻繁而肉質較硬嘅部位，再混入醃製過嘅野生莫瑞撮魚脂肪，經過絞肉、調味同灌腸之後，再放入恒溫恒濕嘅熟成房風乾幾個星期。佢唔單止擁有沙樂美腸標誌性嘅堅實切面，亦帶有發酵肉類獨有嘅微酸同埋醇厚風味。劍魚煙肉就選用脂肪豐富嘅劍魚腹肉，用燒鹽、黑胡椒同香料醃製幾日，之後再吊乾同用木屑冷燻。切開之後，劍魚煙肉會呈現完美紅白紋理。當佢切成薄片，放喺煎鍋入邊煎到兩面金黃，嗰種酥脆程度同散發出嚟嘅油脂香氣，同頂級煙燻豬肉煙肉幾乎冇分別。平頭魚莫塔德拉就係模仿意大利經典博洛尼亞大香腸。
做法係將平頭魚碎肉、魚皮同魚膠打成極度幼滑嘅肉糜，再混入開心果仁同黑胡椒粒，灌入大腸衣入邊慢火煮熟，切面呈現高級凍肉，粉嫩細緻嘅色澤。喺 St. Peter 主廚喬希尼蘭處理每一條魚，都嚴格遵循解剖學同生物學邏輯。佢經常喺傳媒同學員面前示範點樣將一條大魚進行拼圖式拆解嘅大師班。喺絕大部分人眼中，魚頭斬落嚟之後，除咗魚齋旁邊兩塊肉，其餘部分全部都係骨。但喺 St. Peter 嘅解剖刀下，魚頭下方靠近胸鰭嘅位置，原來藏住一塊珍貴嘅黃金部位——魚喉同鎖骨。喬希會精準咁由魚下巴落刀，沿住鎖骨自然弧度，將一整塊呈倒三角形，連住兩邊側鰭嘅肌肉完整掃出嚟。由生物學角度睇，呢一塊係魚類活動頻率極高嘅肌肉，肌肉纖維之間排列住大量天然脂肪同魚膠。一條市價每公斤40美元、總重量幾公斤嘅金點石斑魚，單係呢塊被傳統魚販隨手釣走嘅魚喉，重量已經可以達到100克至110克。喬希只需要將呢塊肉稍為醃製，連骨放喺炭火上燒到表皮焦脆。上台嗰陣，餐廳仲會貼心咁喺旁邊配上一把細小蠔叉，食客只要輕輕一撥，成塊魚肉就會完整甩骨。呢塊原本只值4美元嘅垃圾，去到 St. Peter 餐台上，轉眼就變成一道價值數十美元，令食客爭相品嘗嘅前菜。喬希尼蘭切分魚扒時，會好似牛肉大廚區分肉眼同外脊一樣，嚴格按肌肉纖維嘅運動機能決定烹調方法。佢會將魚肉分成慢肌同快肌，快肌位於魚身上方同核心位置，係魚類日常喺水中緩慢游動時使用嘅肌肉。呢部分肉質純正，纖維緊密，屬於非工作肌肉。喬希將佢比喻成雞胸肉，味道比較清淡，需要極精準控制溫度，否則好容易變得又乾又柴。慢肌則係緊貼魚身兩側中線嘅深紅色肌肉，亦係魚類遇到捕食者或者追逐獵物時用作瞬間爆發、瘋狂擺尾嘅高爆發肌肉。呢部分肌肉充滿大量微血管、肌紅蛋白、明膠同埋高度濃縮脂肪。喬希將佢比喻成雞左肉。喺傳統日本料理入邊，為追求刺身純正嘅視覺，呢塊血合肉好多時都會被切走丟棄。但喺 St. Peter 呢塊紅肉被視為成條魚味道最強烈嘅神聖部位。喬希特別保留呢塊塊肌，經長達10幾日甚至更耐嘅乾式熟成，用嚟製作漢堡肉餅、千層面肉醬，或者以炭火重度煙燻烤製成主菜。St. Peter 嘅品鑑餐單，每日按當日捕撈上岸嘅漁獲調整。今日第一道菜係全魚骨清湯，配平頭魚、莫塔德拉意式麵餃，一隻由悉尼當地著名陶藝家訂製、帶粗糙質感嘅黏土杯，盛住琥珀色清澈如鏡嘅清湯，杯底躺住2粒精巧嘅意式麵餃。先講清湯部分，選用經5日乾式熟成嘅珊瑚忽魚骨，斬成細件，全程完全唔掂水，先放落炭火烤到骨髓微焦，邊緣呈現金黃色，之後放入壓力鍋，加入少量脫水蔬菜同極少量純淨水，高壓徹底萃取6個鐘。為達到法國頂級清湯嘅清澈度，主廚會用極少量魚碎肉同魚皮組織，形成一層肉髮。喺慢火輕微沸騰嘅狀態下，將湯入邊所有微細雜質完全吸附，最後過濾出，一滴油星都冇，只剩純粹鮮味嘅琥珀色清湯。內餡就係將平頭魚肉、魚皮熟成魚油同開心果碎打成肉糜，製成經典意大利莫塔德拉大香腸，再切碎作為意式麵餃內餡。當清湯入口，係溫暖而有厚度嘅明膠質感，仲會喺你嘴唇留低一層黏黏嘅觸感。跟住上場嘅係12階全魚熟食串燒配海鮮3色迷你撻。呢道菜徹底奠定 St. Peter 世界第一地位嘅招牌名菜。碟上靜靜放住一支特製竹籤，上面整齊串起12款色澤、紋理各異嘅切片熟食，旁邊圍住3個表面帶鏡面光澤嘅迷你點心撻。12階串燒嘅第1階，選用鱈魚碎肉，拌入大量西班牙煙燻紅椒粉同蒜蓉，利用鱈魚皮天然黏性，打出肉類般彈性，灌入天然腸衣之後，風乾5日。第5階選用熟成10日嘅吞拿魚背肉，混入20%，磨碎鱈魚腹部固體脂肪，加入原粒黑胡椒，
經4星期深度風乾發酵。第8階係劍魚火腿，選用大型劍魚嘅醇厚背肉，以海鹽同迷迭香醃製，再吊喺靜態凍房入邊，足足風乾21日。切出嚟嘅薄片呈半透明深紅色，邊緣帶住一層回黃色熟成魚脂。第12階係黃鰭吞拿魚冷切肉，模仿博洛尼亞大香腸嘅質感，以低溫乳化熟成。3色迷你撻中，第1款係約翰多利魚乾撻，將約翰多利魚整塊肥美魚乾喺白蘭地同少量香料中低溫慢煮，打成幼滑慕斯，擠入酥皮撻。第2款係條紋粵魚子醬撻，魚子先經鹽醃同埋輕度煙燻，同熟成魚油打成綿密嘅魚子醬調味汁，表面覆上一層晶瑩通透嘅鏡面。第3款係將一整個大魚頭徹底蒸熟，人手拆出所有面黑肉、眼窩肉、舌頭同埋唇肉，利用魚頭湯冷卻後形成嘅天然魚凍，緊密壓成方塊，切片放入撻入面，表面以萬壽菊點綴，成串熟食喺食客口中呈現過山車般嘅質感變化，由第一啖鱈魚香腸嘅爽脆爆汁，到吞拿魚沙落尾嘅油韌嚼勁，再到劍魚火腿喺舌尖溫度下瞬間融化嘅細緻魚脂。最震驚嘅係，成碟食物完全冇人食得出一絲一毫魚腥味或者海鮮工場味。假如蒙住雙眼，99%嘅人都會深信自己食緊一碟頂級奢華肉類冷盤。除咗正式餐廳之外，St. Peter 仲設有一間酒吧餐廳，憑2款喺網上爆紅嘅招牌單品，證明全魚技術嘅普適性。首先係雙層黃鰭吞羅魚芝士漢堡配劍魚煙肉，呢款漢堡係對傳統牛肉漢堡嘅終極宣戰。傳統魚肉漢堡用嘅通常係油炸白肉碎魚扒，口感比較鬆散，但 St. Peter 嘅吞拿魚肉餅用嘅係黃鰭吞拿魚尾部同脊椎骨邊緣嘅紅肉，呢部分魚肉肌紅蛋白含量極高，味道異常濃郁。調希會將吞拿魚紅肉粗絞，再混入比例精準、經乾式熟成嘅莫瑞鱈魚固體脂肪碎，全程唔加入任何澱粉或者蛋白，純粹靠高速攪拌，令吞拿魚本身嘅蛋白質產生強烈物理交叉連結，形成按落去有完美彈性嘅肉餅。之後將雙層吞拿魚肉餅直接拍落鑄鐵平板，猛烈壓扁，令兩面瞬間產生劇烈反應，煎出一層黑色焦香肉殼，中間放上融化芝士，頂部再啟上2片煎到香脆嘅煙燻劍魚煙肉。任何人閉眼盲測時，100%都會判定呢個係由安格斯牛肉製成嘅芝士漢堡。佢有牛肉漢堡標誌性嘅炭火肉香、豐盈動物油脂嘅爆汁感，同埋煙肉嘅煙燻鹹香脆口。吞拿魚紅肉嗰種輕微鐵質感，完美模仿出熟成牛肉嘅野性味道，徹底打破海鮮漢堡永遠唔可能有肉感嘅宿命。另一款打入大眾市場嘅單品就係夢龍魚眼雪糕批。呢款雪糕嘅基底徹底唔用雞蛋，佢哋會用大量魚眼同魚眼周圍嘅膠原蛋白組織經過高速剪切乳化，再同高質素氮忌廉裸子混合。魚眼內部高濃度嘅天然明膠喺低溫冷凍時展現出工業穩定劑同埋傳統蛋黃都完全追唔上嘅抗溶化能力，以及極致幼滑質感。呢道甜品嘅味道核心係魚脂焦糖。熬煮傳統拖肥焦糖醬時，會加入經冷風乾燥嘅高純度熟成魚油。呢一種魚油經過高溫糖化，會產生一種近似鹹焦糖嘅鹹鮮底蘊。雪糕成型之後，會浸入溫熱嘅頂級黑朱古力醬，再喺外層裹上一層焦糖化炸魚鱗蜜淋碎。一啖咬落去，朱古力脆皮會喺口中碎開，焦糖魚鱗碎帶嚟極致香脆。跟住就係攞雪糕喺舌尖慢慢融化，完全冇人估得到呢種無可比擬嘅幼滑同順口。背後最核心嘅技術，竟然來自一粒魚眼珠。由商業經營角度睇，St. Peter 唔單止係一場廚藝狂歡，更加係一套精密財務控制嘅教科書。St. Peter 喺2024年由原本位於牛津街只得34個座位嘅小店，正式搬到悉尼高尚住宅區嘅大國賓酒店舊址。隨住空間升級，餐廳嘅定價同商業組合亦重新調整。St. Peter 正式餐廳目前提供7至9道菜嘅晚市品鑑餐單，官方定價係每位325澳元，當中並唔包括任何酒水配餐。假如再加套澳洲本地自然派葡萄酒配餐，每人基本消費就會輕易突破500至600澳元。舊店時期，餐廳只有34個座位，由於每道菜嘅工序多達10幾道，
喬希為咗維持營業收入，曾經一晚返台2至3次，每晚接待多達90位客人，結果令廚房後台承受極高人工成本，客人嘅用餐體驗亦相當緊迫。搬遷之後，由於每位客人平均消費大幅提高到325澳元，餐廳正式轉為精緻餐飲模式，每晚只接待一輪核心貴賓。St. Peter 點解可以做到世界第一？喬希同佢嘅團隊對海鮮未來嗰份澎湃熱情，毫無保留咁呈現喺 St. Peter 每一道菜入邊。當你親口試過嗰件完全冇魚腥味嘅黃鰭吞拿魚漢堡，再食過嗰支用魚眼製成嘅雪糕之後，答案已經非常清楚。佢唔係製造噱頭，而係重新定義人類享用海鮮可以去到嘅最高境界。最後，我亦想問熒幕前嘅你，如果將呢支用魚眼做成嘅雪糕批遞到你手上，你又係咪真係咁毫無保留咬落第一啖？